就来看连续几日的大雨，台南的龙崎甲玉井的山区有10外户的人家厝，这个地基去有水流去崩塌。龙崎区的状况上介严重，这个架顶里有面体，和这个土石灌入去厝内底，甚至有一户人家的门卡口直接都变做山坎。居民看到这一幕，拢讲气咯。 台南龙崎区的山顶，规个拢无物件。别人的门卡口是有一条河，因兜门卡口煞变山坎。民家厝的头前，规条路拢变形。咱这个所在要搬去的，这厝底下咧唔甘。住几啊10年的厝内，煞变做安尼，真无奈嘛，真伤心。毋过变甲真危险嘛，唔知影会使去倒。啊，都怕搬去啊，无地方住啦。财产拢伫遮嘛。另外，伫家顶里山骹拢是按摩土，这几天因为落大雨，造成真侪土石崩落。市府估计，规个龙崎区的修复工程至少要750万。那市长还是有指示，我们要对在这边的住户要关心。 要协助，如果有必要撤离，那我们也是一样会协助他们撤离。因为连续几啊天西南气流的影响，10几户民家厝拢变做受灾户，未来阁有可能会落大雨，居民嘛，干那毋望，莫阁造成更较大的灾害。好，来继续要来。